刘德昭，皇上宣你觐见，请吧。刘德昭，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？山西巡抚刘德昭，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刘大人，皇上，这些都是龙三弹劾臣的罪状，都是他无中生有，所罗织的罪名无中生有啊！刘德昭，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来诬告你？回皇上的话，这龙三向臣索贿不成，所以怀恨在心。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悍匪，盗抢我府库的官银，还有这龙三，他私刻玉玺，伪造密旨，干涉我山西地方政务。皇上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臣据查实。皇上，请皇上明察。刘德昭，臣在。你文才不错嘛，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，难怪你能一路升迁，官拜2品。谢皇上盛赞，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。还有皇上，这是龙三私刻玉玺、伪造密旨、盗抢官银的证据，请皇上明鉴。没错，这个玉玺和密旨都是假的。皇上，除了这些物证以外，臣还有人证。此人证乃是山西总兵书监大人府上的管家，他可以作证。这龙三在借住书府期间，曾经率领手下乔装改扮，勾结山匪盗抢官府库银。如果皇上想亲自预审此案的话，可召此人进宫质询，此案可立百于天下。不必了，这儿有3个人证，个个都比你那个书府的管家重要。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这龙三假传圣旨，伪造玉玺，乔装改扮盗抢官银，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，杀了你手下一员姓杨的参将。吾皇圣明啊！皇上实在是圣明啊，但不知现在那3人现下何处啊？刘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皇上，此女子乃是龙三的贴身丫鬟呀！刘德昭，我也是证人之一，你可还记得我？皇上，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，抢到官银也有他的份啊！皇上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！皇上，何止他们俩有份儿？刘德昭，臣在。你为何不抬起头来看看朕？臣第一次拜见天颜，内心诚惶诚恐，臣不敢直视天威，所以朕让你抬起头来，仔细的看看朕。
说过呢。啊？后来呢？后来那个刘德昭又怎么样了？后来那个刘德昭啊，吓得都不敢说话了，这身子就跟弹琵琶似的，一直都还真是有趣。真可惜，我没能当场看看他的丑态。哎呀，你还好没到现场去看他那个丑态，你都不知道当时啊一股恶臭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吓得那厮尿裤子了，哎呦，臭的我呀！龙小弟赶紧叫人把他给拖走了。真是没想到，那个刘德昭当初在山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，原来这么脓包啊！可不嘛，你都不知道，被拖出去的时候，那厮吓得都不敢说话了，那眼睛是往上翻的，然后吐着白沫，就这样，基本就这样的。这永乐斋这么热闹啊！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臣参见皇上。哎，不必多礼。这个永乐斋啊，是紫禁城里边最自由、最轻松，也是最开心的地方，大家随意就好了。一欢呐，一欢，你可真是朕的开心果啊！朕每次一见到你，一见到你的笑容，听到你的笑声，就觉得浑身神清气爽，心里充满了阳光。龙小弟，你可是堂堂的皇上，你怎么能学别人听壁角呢？朕还用得着听壁角啊？你这个声音啊，隔着院墙都能听得见。这么看来，你这脚是不疼了？脚是不疼啦，不过走起路来还是会一瘸一拐的，特别不好看。哇，你也注意起走路的姿态了。你以前走路的时候，那可是风风火火、连蹦带跳，没一个样子的。哪有？皇上，再过几日，便是臣王母的忌日了。臣想带着臣妹去京郊永福寺为王母祈福上香，还望皇上恩准。康熙已将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交由刑部审理，此二人一定会被处以极刑，也算是大快人心了。欢妹，你现在可以跟我一块撤走了吧？我爹过2天回京城，要不然等我爹来了以后，咱们商量一下再决定。义父说过，明珠谷以外的一切行动交给我来决定。可是，怎么，你又变卦了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我们要撤出紫禁城，如果撤不好的话，康熙肯定会怀疑的，到时候侦查起来，雪姐姐怎么办啊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樊师妹和叶师弟已经随吴应琪的车队进京了，到时候我们借王母的忌日要到了，一起去京郊的永福寺为她上香祈福。然后我会安排一帮人，扮作是石青红的手下，将我们劫走。如此一来，我们既可以顺理成章的消失，还可以嫁祸给吴三桂，挑起他跟康熙的矛盾。哦，好吧。好，朕准了。到时候啊，朕让礼部的人准备一下，在永福寺给令堂做一场追典。多谢皇上，臣母能享此哀荣，是臣兄妹天大的荣光。你先别急着谢朕，朕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差事要交给你去办，不知你是否愿意？臣愿听凭皇上差遣。这个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虽已交由刑部审理了，但是朕明白，这朝中的大小官员中，不知还有多少刘德昭和甘国泰。朕想让你和索额图做钦差，组织一帮有能力的官吏，暗中清查其他官员，看是否还有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，冒领功勋，以此作为整顿吏治的开端。皇上，这恐怕……怎么，你不肯？你要是有什么顾虑，就尽管说出来，朕替你解决。微臣不敢，只是臣乃小小的太医，恐难当此大任。这个整顿吏治啊，必定会得罪一大批官员，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八旗权贵，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。索额图虽然能力强，但他毕竟是满臣，肯定会因为种种情面不便下手，所以朕想破格任命你为钦差，把那些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的国家路洞全部给揪出来，明正典刑。太好了，朱哥哥，
这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！李爱卿，朕思前想后，这满朝文武，只有你最能堪此重任。第一，你没有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，背景干净；第二，你文武双全，办事能力强，而且还不怕有人买凶暗杀你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不贪图荣华富贵，心中藏着天下百姓，肯为他们牺牲。建清，你可愿意？哎，朱哥哥，你就答应龙小弟吧。这件事不光为了龙小弟一个人，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呢。你想，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刘德昭和甘国泰的恶行了，可是天下还有多少甘国泰和刘德昭呢？还有多少老百姓正在承受他们的欺凌？你忍心不管吗？微臣遵旨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朱哥哥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大师兄，如此一来，你和小师妹要撤出紫禁城的计划，怕是要推迟了。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。我不想让易欢失望，更不想错过这个为天下老百姓除害的机会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帮康熙整顿吏治，肯定会面临极大的风险。就算你最后千辛万苦做成了，也是替康熙做嫁衣。到头来，老百姓感激的只会是康熙，不会是你。我想好了，我会借此机会，在清廷当中掀起一番大的波澜，挑起朝中各大权贵对康熙的不满。如此一来，老百姓既得了利，又能激起康熙跟群臣的内斗，引发他们的内乱。还是大师兄思虑周详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也很纠结。如果我跟易欢撤走，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宫里，完成寻找铜匣跟查找内奸的任务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们也太自私了。大师兄，我知道你心里装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希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，对得起我们所有人。可是这样的话，你会很累的。就像这一次你决定留下来，那小师妹和康熙又会继续朝夕相处，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。若易欢能像你这样了解我，在乎我的感受，那就好了。皇祖母，皇上对这李氏兄妹是越来越好了，居然让礼部尚书以朝廷的名义在永福寺在他们的王母继承进行追祭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皇上这是有所动作了。难道皇上是要将这李易欢纳入后宫了？那倒不是。皇上如此笼络李建清，是想李建清和索额图一同协助他整顿吏治。皇上这次微服私访之后，心境大变，言行激进的，哀家是担心他掌握不了分寸，动摇了朝纲啊。吴公子一路辛苦了。永历帝的遗物已经顺利押运到京，我们兄妹二人也该告辞了。待明天面圣交旨之后，我也要返回云南滇都了。反正二位也是四海为家，不知可否随我一起到云南滇都一游呢？多谢吴公子盛情相邀。这样吧，容我们兄妹二人多考虑几日，再做答复。也好，那我等你们的消息。吴公子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
一下，千叶姑娘，这驿站附近有一个镜湖，今晚可否在那儿一见？我有一件礼物要给你，也算是留个纪念。多谢叶兄。走吧。二公子，你果真要带着二人去云南？怎么？有何不妥吗？这叶氏兄妹可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人士。父王不是跟我说过了吗？要多多结交这些江湖能人。可是卑职觉得这兄妹二人另有图谋。这一路走来，若他们真有什么图谋，那早就暴露无遗了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自有分寸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已将永历帝的遗物顺利押送进京，现来面圣交旨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二公子，山西一别，别来无恙啊！微臣眼拙，在山西居然没有识出龙颜，微臣罪该万死。二公子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是。朕在山西的时候，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微服私访，你认不出朕，又何罪之有啊？微臣无能，一路上遭遇了2次劫案，不仅臣父准备的贡品被劫匪劫走，还连累山西总兵舒大人以身殉职，微臣罪该万死。这山西劫案一事，朕已查明，是鳌拜的余党刘德昭所为，与你毫无关系。你一路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甚是辛苦。你和平西王对大清那是忠心耿耿，朕得好好的赏你。谢皇上恩典。起来说话吧。是。朕还有一事要交办于你。但凭皇上吩咐，微臣定当竭尽全力。这单子上面的药材都是云南独有，有劳你回了云南之后尽快置办，用快马送至京城。回皇上，这单子上的药材确实是云南独有，不过有一些是现成的，有一些却需要花点时间去置办。那就尽快抓紧时间置办吧。是。你进京之后，可曾见过你大哥？回皇上，臣乃外臣，未得圣旨，不敢擅见额父。二公子办事谨细，很好。不过也不必这么拘泥于小节。太皇太后听闻你进宫了，甚是欢喜，特意召了建宁公主和额驸进宫。你这就随朕去觐见太皇太后，顺便见一见你大哥，也可以叙叙人伦之情。谢皇上恩典。二公子啊，果然长得是一表人才呀，请起吧。谢太皇太后。额驸啊，在。依哀家看，你这弟弟可是比你俊雅几分呢。啊，太皇太后有所不知，臣弟不仅长得比臣俊，才华也在臣之上。以前在王府里，臣父总是批评臣什么都不如弟弟。俗话说，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。这做父母的偏疼小的也是有的。在哀家看来，你们兄弟俩各有千秋啊，都不错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谢太皇太后美誉。
不知二公子可有婚配？启禀太皇太后，臣父已给微臣在滇都定下了一门亲事。哦啊，哀家还想将一个格格许配给你，不想你已经定亲了。哎，这样也好，免得你父王埋怨哀家。将2个儿子都招了女婿，留到京城，让他在身边都没有一个继续孝敬的人了。多谢太皇太后垂爱，是微臣无福。微臣一家都特别感恩朝廷的关怀。请坐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哎，哀家虽然老了，但是并不糊涂。哀家知道平西王对大清是忠心耿耿啊。所以你一到京，哀家就想召你来见见。太皇太后和朕呢，还特意为平西王准备了一份厚礼。来人，将礼物拿上来。罗父，二公子，你们2位可以先将礼物打开看看。臣遵旨。太皇太后和皇上明鉴，这些奏折都是对微臣父王的构陷。太皇太后和朕之所以要把这些折子送给平西王，就是为了告诉他，这朝野之上啊，有许多大臣都弹劾他，弹劾他心怀不轨，有谋反之心。但是朕和太皇太后的心里啊，都是绝对的相信他的。多谢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，微臣定当誓死效忠大清。好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这么生分？起来吧。建宁，还不赶紧把额驸扶起来！来，起来吧，二公子。你回到云南后，代哀家问候你父王好。另外，哀家给你母亲侧王妃准备了一点心意，顺便带回去。微臣代母亲多谢太皇太后恩典。啊，额驸、二公子，你们兄弟难得一见，大可不必在哀家这里立规矩了，还是到额驸府去续续亲吧。啊，建宁，你留下来陪哀家说说话。微臣告退。皇额娘，哎，当初先帝要把你嫁给吴应熊，哀家本来是不同意，但是谁叫你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呢？建宁明白，建宁定会好好侍奉夫君，替皇额娘分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脚伤又犯了，开始疼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突然之间心事重重？心里想什么呢？我是刚才见了建宁公主，她本来是长公主，何等尊贵啊！可是，在13岁的时候，不得已嫁给了吴应熊。你看，她在太皇太后面前都变得小心翼翼、谨言慎行的，可见这些年来，她一定过得很辛苦、很煎熬。这有什么？身为皇家子弟，又有哪个人过得不辛苦呢？你想想朕，也是13虚岁就已经大婚了，这些年在宫里，哪一天不是谨言慎行的？直到遇见了你，朕的日子才变得有趣了一些。龙小弟，其实我有点害怕。害怕？怕什么？太皇太后，我看他老人家对你挺好的呀，知道你爱吃点心，还赏了你一盒桂花糕呢。
太皇太后跟你不也重重赏了吴家二公子？但是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。这个吴三桂啊，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朕和太皇太后也是逼不得已的。你又不牵扯政事，也不必别人家头疼，你就跟着犯晕呢。龙小弟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平时没人的时候，你在我面前就是我的龙小弟。我觉得我离你特别近，我们很亲近。但是，一旦有别人在，你就是皇上。那个时候，我就会觉得，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其实好远好远的。其实你说的这种感受，朕明白，但是朕没有办法。身为皇帝，就是不能和任何人太亲近，不能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清楚，否则的话，只会被臣子拿捏得死死的。你已经是这个世上离朕最近，把朕看得最清楚的人。那会不会有一天，太皇太后或者是你，因为这个砍了我的脑袋呢？你这个小脑瓜子，天天想什么呢？老咒自己被砍头。放心吧，朕是和你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要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的。李公公啊，皇上在吗？索大人啊，皇上跟史淑姑娘去了永乐斋，要过一阵子才回来。索大人，稍候一下。那我就在这儿候着吧。好。这甘国泰的案子结了，我得向皇上汇报一下案情啊。跑什么呢？啊，急急火火的。刑部有人带话，说这刘德昭死活不肯认罪，还说什么哭着喊着要见你。见我？对。糟了，难不成是他给我行贿了2万两银票，这会儿要举报我？不行，我得去封了他的口。你去告诉刘德昭，让他别着急，跟他说等我见完皇上就去见他。是，义父。刘德昭，快起来！索大人到了。带去。刘德昭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想见本官啊？索大人，罪囚有要事相禀报。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啊？索大人，罪囚知道，我这次犯的可是杀头之罪啊！可是我仍然想戴罪立功，想换取我那继室夫人秋敏，还有她腹中胎儿的2条性命啊！索大人，你呀，你想的挺美的，你还没想明白呀？自己犯多大的罪你没数啊？索大人，刘德昭，你犯的是诛9族大罪。现在新上任的山西巡抚已经将你的继室裘敏，还有他的弟弟裘贵一干人等全部捉拿了，不日就会押解进京，跟你一起当街问斩。索大人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罪囚这次犯的那是逆天之罪呀！可是索大人，我所要举报的，那也是非同小可呀。是关于丽妃娘娘的一个秘密，对于皇后，还有索大人，乃至和盛里整个家族。你们都先出去，我要和他聊聊。这。刘德昭，你想好了？若你举报之事确有价值，那本官可以保证，把你夫人裘敏和她腹中的胎儿保下来。
这大人呐，我会呀！说来我听听，什么重要的事？索大人，我所要说的事儿，干系到皇家的体面，我想越少人知道越好吧。他没事，他是我亲外甥。索大人，对就说，我听说这舒建之女舒婉心回宫之后，用了没多久，就被皇上封为了丽妃，是吧？是啊，而且现在后宫十分得宠。可说的呢。索大人呐，你可不知道啊，现在正在受到皇上恩宠的，并不是真正的舒婉心，她是假冒的，假冒的。你说舒婉心是假冒的？这个丽妃娘娘是个假丽妃。什么？丽妃是被人冒名顶替的？嘘，皇后娘娘千万小声点，别让外面的宫人听见了。这消息可当真？这刘德昭所言可靠吗？这刘德昭意识到自己死罪难逃，一心只想给自己留个后，所以他没有必要再胡言乱语编出这么荒谬的事情来。而且根据丽妃这次出巡的种种表现，她几次三番拼着性命去保护皇上，其胆识不像是普通官宦人家的小姐所为。我看此事十有八九会是真的。而且再往深里去想，这假冒丽妃的人，说不定和李氏兄妹他们都是同一伙人。那这刘德昭手里可有证据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，所以他才不敢声张，只是拼着命的想要见我，想私下里和我做个交易。那依三叔所见，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？要不要去告诉皇上？万万不可！现在皇上对丽妃宠爱有加，而且此事又关系到皇家的脸面，我们一定要把真凭实据拿到手里，再一举扳倒李氏兄妹，还有这个假扮丽妃的人，不然大蛇不成，反要遭蛇咬啊！那三叔的意思是？现在唯一的铁证就是活着的舒婉心。我会悄悄地派人去趟山西，通知山西新巡抚，让他设法悄悄放掉裘贵和裘敏姐弟俩。我们让裘贵替我们找到真正的舒婉心。老三，安排一个可靠的人，把这封信交给裘贵，告诉他，只要他能找到真正的舒婉心，便可以戴罪立功。不仅他和他姐姐的命可以保住，就连刘德昭都可以罪减一等，保住性命。您放心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拿去抹药吧。这。李太医，李公公。叔父的意思是，纳赛和索额图又在想办法暗算我和易欢。索额图昨天在御书房门前候着，准备向皇上汇报顺天府尹干国太医案。突然刑部派人来找他，说是刘德昭坚持要见索额图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。索额图去了天牢以后，他就跟纳赛在旁边咬耳朵，估计没什么好事，搞不好啊跟你们兄妹有关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叔父提醒。你小心点。
大师兄，我怀疑刘德昭他把我假冒舒婉心之事捅给索额图了。索额图早就怀疑我跟易欢另有图谋，如今他肯定怀疑我们3个是一伙的。他眼下不动声色，只是因为除了刘德昭所言，他别无证据。可此事事关皇室颜面，他一定会派纳赛去追寻舒婉心的下落。如果真让他找到舒婉心，那我们就麻烦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去给孟祥和送去了消息，让他和舒婉心一定要小心隐藏行踪。有劳李太医。丽妃娘娘客气了。皇上，这些就是吴应奇从云南押送进京的永历帝遗物。台上跪着的那个男人，还有他旁边跪着的那个女人，你好好的看看他们，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不要忘记。他们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的不忘？先别问为什么，听义父说，好好看看他们，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们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。老大，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永历作为前明最后一个皇帝，日子一定不好过。他在被平西王绞杀之时，又作何感想呢？还能作何感想？这亡国之君呢，不如丧家之犬。朕看了这些遗物，也很受震动。所以，朕一定要励精图治，造福百姓，绝不重蹈前明的覆辙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做好的。不过，吴三桂他派人夺走了金钥匙，肯定没安好心，你自己得注意点了。相比于金钥匙的真正下落，朕更在意的是如何以永历帝为镜，做一个真正的好皇帝。再说了，就算这金钥匙在吴三桂手上，朕也不惧，因为铜匣子在朕的手里，所以他就算凑齐了3把金钥匙，也是没用的。龙小弟，你还不知道你手里的铜匣子其实是假的，也不知道吴三桂抢回去的金钥匙也是假的。真的钥匙已经落在朱哥哥手里了，否则你恐怕会寝食难安的。这把金钥匙是假的。假的？不会吧，大师傅，你再认真看看。我是不会看错的。千影，你上当了。那就有劳姑娘了。师姐，你会不会被吴应勤那小子给骗了？
可能。吴应琪不知道金钥匙的秘密，他也不知道我接近他是为了金钥匙，所以他不可能放着一把假钥匙等着我去调包啊。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？四师傅，吴应琪和他爹吴三桂不同，他是个人品端方、有胆有识的谦谦君子。人品端方、有胆有识，还谦谦君子。倩影，你对吴三桂的儿子评价挺高的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三师傅，其实樊师姐也没说错，这个吴应琪确实是温文尔雅、多才多艺，而且他一路上特别体恤下人，履行善事，而且面对强敌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懦弱畏惧。其实，说真的，如果他不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弟子我也是真想和他结交的。哼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吴三桂这种大汉奸，怎么可能教得出这么好的儿子？倩影啊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爹说的对，你千万不要被吴应琪那个小子的外表给骗了。爹，在你眼里，女儿就是如此糊涂无用之人吗？你根本就没见过吴应琪。我和叶师弟已经跟他相处整整3个月了，如果换作是易欢的话，你也会这么不相信他的判断吗？倩影，你爹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想提醒你。易欢虽然生性贪玩，不求上进，可是他天资聪颖，绝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的假象给迷惑的。是，易欢什么都比我好，我这个女儿什么都不如易欢。可是爹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易欢的亲爹是大师父晋王。倩影，师姐，倩影。这孩子，你以后跟女儿说话就不能温和一点吗？难怪女儿怪你偏心。既然倩影和默生都觉得吴应琪不可能从中做手脚，那只剩下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吴应琪一开始护送的金钥匙就是一把假的。也就是说，真的金钥匙还在吴三桂的手中。没错。吴三桂在朝廷中也广布眼线，他很可能也从鳌拜那里得到了金钥匙的秘密。所以，当朝廷要他上缴永历帝遗物时，他很可能留了个心，把真的金钥匙留了下来，而让吴应琪护送一把假的金钥匙进京。既然金钥匙是假的，那他又何必把它追回来呢？还铤而走险，把山西总兵舒建给杀了。也许他是怕清廷知道金钥匙被调了包，康熙会追问他的欺君之罪，所以他派杀手假扮盗贼，盗走了那把假的金钥匙。舒建命大，虽然受了重伤，但他没有当场毙命，所以他又派石青红去杀人灭口。但他万没有想到，山西巡抚刘德昭也想杀舒建灭口，还派出了义成。义成撞破了石青红要杀舒建的真相，反而让康熙知道了劫杀舒建的是他吴三桂。四师傅、五师傅说的都很有道理。康熙表面上维护吴三桂，其实心里对他很是猜疑。我觉得这倒是我们的一个绝佳的好机会。太子，如今你跟奕欢还有倾城已经完全取得了康熙的信任，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在紫禁城中，查出鳌拜安插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，找到真正的铜匣。好，铜匣是在宫里找到的，也是在宫里被调包的，我们只能继续留在宫里。义父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找出真的铜匣，查出内奸。默生，吴应琪不是邀请你跟倩影一起去云南吗？真的金钥匙一定还在吴三桂的手中，你就顺势答应他，跟他一块儿去云南。大师傅，你能不能换个人去啊？为什么要换人呢？你跟倩影搭档的不是很好吗？如果现在突然换人的话，难免吴应琪会起疑心的。这个，弟子上次练功的时候不小心走火入魔受了伤，我想在京城多待几日，等养好了伤再去执行任务。走火入魔。来，
默生的确曾走火入魔，伤及内脏，至今未愈。而且默生的肝气郁结，脏腑之中有一股抑郁之气。默生，你到底有什么心事？为什么好端端的练功时会走火入魔呢？弟子只是不小心受的伤，并无大碍的。来，默生，让爹看看。来。你干嘛打孩子呀？爹，三师傅都说了，我已经走火入魔，受了伤，你为什么还要打我？给我闭嘴！你怎么想的我不清楚吗？你必须跟倩影去云南啊！想借机在京城待着，门儿都没有。四师傅，叶师弟内伤未愈，想要留在京城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太子，你别替他求情，他心里藏着大逆不道的心思，我要把他打醒。明章，四师傅，叶师弟的心病我知道，这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事情，就交给我们自己解决吧。倩影，倩影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沙子迷了眼睛。这湖边哪来的沙子呀？倩影。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？告诉我，也许心里会好受一些。真的没有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就算了。不过人生苦短，我们不应该再纠结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，好吗？这是什么？哇，好漂亮的金面具啊！不过，这实在是太贵重了，倩影不敢收。倩影，这金面具是我亲自设计、亲自监督工匠打造的，你难道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可倩影真的不能收。倩影，这是我第一次送女孩子东西，难道直到现在？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倩影只是卑微平凡的女子，承受不起公子如此的厚爱。何时天会晴？
在思念湖畔回想起你，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，今夕何夕？这金面具，我为您一人打造。你若不收它，它还有何意义？这么美的金面具，丢了实在是可惜。公子直接给我戴上吧。好。情缠一波，曾经拨弄我的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梦何时才会清醒？醒来之后，只想看你的眼睛。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，今夕何夕？许多的愿还留在天边，心里的白发又平添。过一天一年，何时再见？过一天一年，何时再见？叶师弟，来。我知道，你为什么想留在京城。对不起啊，大师兄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我和易欢从小就定了亲，我又是大明的太子，朱明联盟的核心，于公于私，你都没办法跟我抢易欢，所以你只能把你对他的感情埋在心里，以致一语成疾。大师兄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我的一个心病。等将来有一天，你和易欢成了亲，有了孩子，我也许慢慢就放下了，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。我相信。其实你比我还大1岁呢，只不过因为我的身份特殊，所以师父们让你们尊称我一声大师兄。我相信你比我更知道分寸。大师兄，在我的心里，兄弟之情一定比儿女私情更重。但有一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既然是兄弟，就应该无话不谈。我在山西照顾小师妹的那几天里，小师妹昏迷的时候，嘴里面一直喊着“朱哥哥，朱哥哥”，还有龙小弟，龙小弟。他自然是挂念我的。至于那个康熙，不过是随口叫几声吧。可是那天晚上，我照顾他一晚上，亲耳听见他只叫了7声“周哥哥”，但是却叫了76声“龙小弟”。大师兄，你要是继续把易欢留在康熙身边，那他的心早晚有一天可就不是你的了。你还是赶紧把他撤回来。我撤不了，童霞还没有找到。
鳌拜埋伏在明珠谷的内奸，也没有查出来。如果奕欢做了大清皇帝的女人，你纵然光复大明成功了，有什么意义啊？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，可你却是我的命。如果没有了你，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。我要是你，我才不要这万里江山呢！我就想牵着小师妹的手，找一个像明珠谷一样的世外桃源。我天天变着法子的想怎么给她做好吃的，生一堆孩子，逍遥快活，一生岂不美满？叶师弟，我如果是你，我也宁愿不要江山要美人。但是，我姓朱，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我不可以。大师兄，若是小师妹做了大清皇帝的女人，你纵然光复大明成功了，又有何意义啊？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快坐下。小师妹，你有没有去看大师兄啊？他人都瘦了，还变得沉默了。呀，最近他一直在忙着跟索额图查那些贪官污吏，我都好多天没见到他了。他不来见你，你就不去见见他呀？我倒是最近在夜里悄悄地见了他，他人瘦了，都忧郁了。是吗？那是我疏忽了。我一直觉得朱哥哥成熟稳重，无所不能，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解决，他也会很好的照顾自己。你呀，不是疏忽了，是你的心不在他身上罢了。现在你的心思都在你的龙小弟身上，忘了你的朱哥哥了吧？没有，学姐姐，我心里是有朱哥哥的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朱哥哥，只是朱哥哥和龙小弟的位子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虽然你不敢承认，也不敢说出口，但是你的心思啊，我最了解。虽然你从小和大师兄定了亲，可在你的心里一直把他当成哥哥看待，没有男女之情。我说的对吗？您来了，掌柜的，这去肝火明目的药材到齐了没有？都到齐了，全在后院。要不您自己去看看。好嘞，请。学姐姐，其实我之前一直不明白我对朱哥哥到底是什么感情，我是最近才想清楚的。学姐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爱一个人，就一定会想要独占他，而你从小就知道我很喜欢大师兄，可你从来不吃醋，还没心没肺的跟我做姐妹，所以我就知道你对大师兄的感情
和我对大师兄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咱们俩换个位子，你明知道我和大师兄从小定了亲，却还那么喜欢他，那我一定会很生气啊，就像大师兄会生叶师弟的气一样。薛姐姐，这些话我从来不敢跟别人说，我跟你说完，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啊。咱们俩姐妹的私房话，当然要保密，都是咱们的小秘密。其实我是喜欢朱哥哥的，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对他的喜欢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，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从小对我特别好，宠着我，就算天塌下来他也能帮我扛着，让我特别有安全感。但是朱哥哥一心想着光复大明，对我跟他自己的要求特别高，就跟我爹似的，让我觉得特别没趣。我知道，我看得出来。可是从小爹跟各位师长就一直告诉我，我呢是朱哥哥的未婚妻，是将来大明的太子妃。